第三，思维殊胜正师而修无常。在此贤解中，过去出世的圣观佛、毗佛、施佛、宝济佛、施气佛等七佛，以及极其不可思议之声闻缘觉阿罗汉众眷属，以三乘佛法利益无量的手化众生。然而现在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存在，除此以外，诸佛都已趋入涅槃，教法也逐渐隐没。现在此教法中，各大声闻缘觉及其500阿罗汉眷属中，虽然有许多已出世，但他们也次第于法界中趋入无余涅槃。此外，在印度圣地，虽然成出世住地道是吧？对，出世具足地道功同功德具足地道功德是吧？功德神通是吧？是好。众多无碍身边的阶级经教之500阿罗汉及2圣6庄严80大成就者等，然而如今已无一人在世，仅有记载他们出世情况的传记留存已世。在雪域藏地，如今第二佛莲花生大师广转成寿解脱法轮士，出世了均成25大成就者、耶瓦80大成就者等。之后又涌现了旧派尼玛巴的所述努三师，新派的马尔米塔三师等不可思议的智者及成就者，他们多都已获得了成就的果位4大自在，实现有时变为无时，无时变为有时等离奇之神变。火不能分，水不能逆，土不能压，不堕险地，远离一切4大的损害。例如密勒日巴尊者在尼泊尔的尼香嘎达雅山洞中禁语而注射，来了许多人问道：你是人还是鬼？尊者没有回答，只是虚空而安坐。他们首先将尊者射了许多毒箭，但没能射中，又把尊者拖到水中丢下深渊。然而尊者依旧返回到原地安坐。他们在尊者的身上堆积木材点火，火却不能燃烧。虽然曾出世了许多像这样的大成就者，但最终一切都显示无常的本性，现在仅有专辑留存而已。我们这些人以往习恶业为因，为恶缘之风所吹动，由恶劣习气相连接，心的相续依靠4大假合的不净肉身，无法确定此虚假的身相于何时何地会灭。因此从现在起，3门应当精进修善。那这个里面我们所讲的主要的就是殊胜正实，就是高深大的据说诸佛菩萨的法身怎么说呢，转世灵通等等一切修行成就者。那么既然他们的成就已经是达到这样，都已经是证悟了怎么说呢，无时无生的一种这样的见解，但也是
所谓的无始，并不是在这个肉体之中长久下去，这样的结果。那么必须得要有一天也是必须得要离开肉体的。所以这些跟我们比较起来，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更长久存在在这个肉体之中呢？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在很多的地方，很多先进的地方，以科技把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那延长到什么时候呢？只是延长而已，并不是说能够真正的有延长的方式的话，也是并不是没有死亡的，都是一样的会死亡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感到真正的就是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候，真正能够可以对我们有利益的部分是什么？对我们真正的有利益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中印的过程当中，对我真正的有利益的，不让我受到那种恐惧，而且是能够可以决定下意识，也可以是决定生生世世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修持佛法。因为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不是很多的宗教都是没有什么能力。当然每一个宗教都有各有各的这种特点，各有各的殊胜之处。但是佛教呢，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佛教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因果轮回的一个真实，一个真理它不是什么宗教。但是佛教今天这个佛的文化，今天取一个名字，把它取名为宗教。但跟其他的宗教相比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名字就并不是什么非常妥当的一个名字。它是一种学问，一种真实的情况讲解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问。什么样子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一个人的生与死的整个的过程那么他就表达出完完整整的不止一次的死亡，那么就生生世世整个的轮回的真相都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要有一种改变的方式。那么相当就是有些宗教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做什么，就是天会给你什么，或者甚至你可以去什么样子的国位这些。当然这些国位也是不是长久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众生，不管是天也好，神也好，道也好，都是众生，都是佛陀要度化的对境。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每次为一切众生，不光是人类众生，也不光是出圣道的众生，也不光是地狱道的众生，整个六道中的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我们发愿的这个发心的这个对象呢，不光是一些弱势的团体一样，就是相当没有能力，比我们更没有能力的那些众生嘛，都不是。在短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那些神也好，天也好，道也好，这些龙天护法也好，天龙八部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要所度化的对境，我们要发心的对境他们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当我们自己作为过那个玉皇大帝的次数，都是算不出来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轮回的过程是太远太长时间了。所以现在的玉皇大帝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亲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度化他们，一样都是我们佛所的一切众生，就是判为整个的一切众生，不是说是只是一个人类，或者是只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判为是一切众生，六道中的一切众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讲出来的就是佛当初看得出来的，就是六道一切众生的生死轮回的真相。看出来真相的时候呢，把这些都是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生死轮回的真相的这些方法，它一个一个讲出来的，这些都是变成佛经名字叫佛经。那佛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讲生死轮回的真相。
怎么样子去，我们从一个生死轮回是一个幻觉，是一种执着带来的一种幻觉，那我们就是一个从什么样子的方式从这种幻觉之中醒过来，讲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利用这个方法来能够可以自己从这个黑暗的这种幻觉之中要醒过来。所以我们就要每一个段落我们都有一个思想上的准备。所以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准备，在中阴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中阴的这些恐惧，都变成真正的就是能够可以得到这种欢喜的一种对境。这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做？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他死的时候比较重要，所以帮他念个经什么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但是刚是这样也并不是说是特别有用的。那么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前几天已经讲过的八祖仁波切所讲的一样莲花生大师说的。那么在到了中阴的时候呢，就是灵魂呢就是相当就是与狗一样，很愚痴的一个狗一样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任何自己控制自己的这种能力的一种过程当中。那么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上下跟上下选择那个是向上跟向下，是不是自由的时候？我们选择向上与向下是现在活着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实践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说明无常的方面，我们必须得要感到这些像过去的这么多的殊胜的高僧大德都已经出现过，佛陀以下在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高僧大德或者是在佛经里面所传记的一切罗汉佛的眷属，各种各样的罗汉，在印度也好在藏区也好，汉地也好，有多少个无量无数的就是无比殊胜的高僧大德。那现在呢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有些呢就是有一些记录历史上记录就是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高僧大德，就像中国的怎么说呢，那个唐僧显藏法师一样只是一种历史的记载。那很多大部分都还是历史上的一种记载都不存在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人，那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人，不同的在哪里不同？他们修持成就了，我们还没有修持成就。我们可以正在努力向他们学习，能够达到他们同等的这个成就，这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够做得到，这是完全靠我们自己。所以这样去想，那如果是要这样，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感受到无常，才能够可以精进的修持。自尊做人着康着我